神的关系，你使百姓都欢喜。阿门罗呀耶和华，耶和华那么个西。阿门罗呀耶和华，耶和华那么个西。第一站。阿门罗呀耶和华，你的殿观观顾起。刚那相信橄榄开始，咱的中国就是阿门罗呀耶和华，耶和华的着情意。阿门罗呀耶和华，咱可以的着情意。那也这单就是咱。准备咱煞遮的敬拜，咱有手机啊，咱家关静音啊，是甲关掉。
所以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上帝囝耶稣，经过迄个天，咱就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及时的帮赞。
咱做伙来祈祷。圣洁的上帝，慈悲的主，你捌赏赐你的独生囝，阮的主耶稣基督出世成做人，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定死伫十字架顶来担当阮的罪，拯救阮脱离魔鬼的权势。因为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替阮流血受死的功劳，洗清阮的罪，除去阮的不义。阮有清洁的心，主耶稣基督告我，互阮信你的人确信阮有永活的望。我们感谢，出大声吟诗俄乐救主大尊名，也要将你的疼甲告我好消息传播互人知，引带更侪人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敬拜你。我们将本身献予你，一世人伫你面前用圣洁甲公义服侍你，用得胜的主耶稣基督性命恳求。阿门。请咱共读今日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5章1节甲11节15章1节，兄弟姊妹，我要甲恁提醒，我要互恁的福音，恁有接受，莫用这做信仰的基础。恁若有坚守我所传的信息，毋是空空信，就是靠这个福音得到救。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的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予恁，就是照圣经所记载，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埋葬，佮照圣经所记载，伊伫第3日告我，又对彼得显现，也对12个使徒显现，后来又一摆对500外个兄弟显现。遐个人有已经死，毋过大部分人要活着。后来又对雅各显现，佮对所有的使徒显现，最后伊嘛对我一个哪阵无到尾出世的人显现。我是使徒中上微细的，袂堪即称作使徒，因为我捌撇开上帝的教诲。毋过有上帝的恩典，较有今日的我。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更较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的恩典教我同在。所以无论是我还是因，这是我所传，恁已经有信的。下面老牧师要传的信息，伊告我了。请同心来祈祷。主，当阮三甲来到伫你的圣殿中间，愿庆祝主你的告我。阮也搁一摆看见上帝你拯救的画面，确实踮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愿主正做阮的帮衬，互阮踮伫每一日，阮较够跟对你，阮也较够来仰望你。照着你的恩典，阮向前来跑走。同心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来平安。今仔日咱欢喜庆祝告我节，毋过告我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拢是一个真歹理解的议题，敢毋是？每一摆当咱参与踮伫个别礼拜的中间，咱拢会彼此鼓励。有一日，咱会甲咱所爱的亲人，咱甲咱所熟悉的亲人踮伫天里相见面。咱带着这个愿望，也带着这个期待。毋过事实就是，咱嘛真歹明确讲出到底是倒一日。咱想要靠家己的理性来对咱的信仰做出选择。咱想要我靠家己的气力掠条咱的人生。毋过，咱不可否认的是，人生总是充满侪无法度按算的事。也是因为安尼，所以信仰本身是一个奥秘。若无有信仰本身的奥秘，咱就无法度完全理解到底耶稣基督对死过活对咱来讲有甚物款重要的意义。今仔日咱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到第15章已经要到伫落尾的所在。对哥林多前书一般来讲，咱所明白的是，伊处理足侪问题。伫教会中间有侪问题，所以正做牧者的保罗，干那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感觉非常的忝，非常的操烦。总是到伫上落尾，伊哪亲像过一摆，搁对每一个兄弟姊妹鼓励讲啥物？
我爱恁会记哩一项事，就是我早前捌传互恁的福音。这福音恁已经领受啊，并且恁就要抓这个福音做信心的基础。恁若是持守这个福音，毋是空空咧信，就必然要照着这个福音通得着救。咱拢讲信耶稣是福音，总是福音到底是啥物？咱讲要传福音，总是福音的内涵，佫是啥物？咱真歹用简单的几句话完整来表达到底福音是啥物。检彩点伫罗马书第1章16节里讲啊，福音是上帝的气力，要拯救一切相信的。是福音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行动。所以正确来讲，福音就是上帝邀请咱去看、去听、去看伊咧讲啥物，去看伊咧做啥物，去听伊的话，遵照伊的话向前来跑走，然后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中间。这是稳定的行列。国外的福音要表达的就是，你爱去看耶稣踮伫你的生命中间，已经捌做过什么事。有时咱拄着真大的冲突，就是咱认为讲信耶稣、信基督教，就是干那爱遵守这道德、条例、规则。咱会抓一个想法是啊，真做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爱安怎，却无想到讲福音真正要表达的是，咱爱来看耶稣到底为着咱做啥物事。耶稣直接已经为着咱做一事，拯救咱。耶稣踮伫每一个时刻，拢正做咱的帮衬。对古早到现在，伊一直拢咧行动。哥林多前书写作的时间是踮伫主后差不多50年代的时刻，所以保罗踮伫遮，佫一摆讲国外这件代志，咱真清楚知影，国外这个议题已经受到早前的教会接受啊。耶稣基督对死国外这个事实，是早前遮的兄弟姊妹都接受的事。既然这是遮尔侪人接受的事，咱哪有法度认为伊敢若是一个观念尔呢？忽略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这项事，忽略伊是真真正正活伫这个世界，伊是真真正正国外，就会互咱的信仰愈来愈软弱，互咱的信仰敢若变成做讲，咱只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就好啊。但是耶稣基督对死国外是咧提醒咱，伊现在就伫咱的中间工作，伊邀请咱甲伊做伙行。所以保罗邀请这教会兄弟姊妹咧想，耶稣国外迄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头一个人走来讲耶稣国外的时阵，咱会安怎想？咱的心内底会怀疑，咱会认为讲啊，这就黑白乱讲吧。但是当耶稣搁彼得显现，继续12个使徒显现的时阵，咱搁会安怎想咧？对一个人来讲，可能是认为讲这不过就是黑白讲；对12个人拢来做见证的时阵，咱就会开始搁有一寡怀疑啊。不过对保罗来讲，迄碟伊拥有侪权力，伊有真侪物件，有地位，有财富，所以伊犹原想要捍卫的是伊已经掠掉的物件。所以当遮个国外的言论伫教会中间咧传的时阵，伊心内底是足生气的。所以保罗会打出迫害基督徒的行动，为着要将耶稣基督国外这个事实甲伊压落去。但是咱嘛知保罗失败啊，因为咱若是想要暗藏什么事，除非伊本身就是假的。耶稣继续偌济人显现，耶稣阁继续500外个军队伊个人显现。这个人踮伫主后50年代的时阵，咱想看觅，因中间有足济人亲目睭看见耶稣互人钉十字架，因中间也有足济人也看见耶稣基督对死国外。
所以，国外这个真歹理解的议题，若是对一个人、12个人、500个人拢同意，甚至到伫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书信内面，拢真清楚讲这项事的时阵，伊咧表达讲，国外基督就是历史的见证。国外基督就是历史的见证，这个见证也甲咱每一个人有关系。保罗才会继续见证讲，我若亲像是一个无正常的状况下面出世的人，因为我的成长、我的信仰受栽培，甲恁完全无共款。我无亲像12个使徒共款，我嘛无亲像遮会踮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共款。我无对一开始就跟对耶稣，甲耶稣做伙经历过所看见的一切，但是现在，当伊拄着耶稣迄碟开始，伊承认家己的软弱，家己面对侪困难的时，伊搁较清楚，福音的路是稳定的路。保罗的生命经验一个上大的转变，伊才会告别讲：我只不过是上界微细的，本来是不配，因为我捌迫害过上帝的教会。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才成做今仔日的我。伊所赐予我的恩典，并无有落空，所以我就爱比其他的使徒搁较认真拍拼，因为毋是我咧工作，是上帝的恩典一直甲我咧工作。伫伊这段家己所做的见证内面，咱看见啥物？有一个字一直出现。有一个字一直出现，迄个字就是稳定。咱是我靠稳定行头前的路，毋是靠咱家己的安算，毋是靠咱家己的开力。若是咱袂记哩，咱是我靠上帝稳定咧行头前的路，国外的真理对咱来讲就是空空。信耶稣对咱来讲就是无有意义的事。咱是倚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无论咱是甚物款人，伊早就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做工，伊早就已经替咱备办一条路，带咱向前行。保罗伊家己的见证就是安尼，伫过去迄个叫做扫罗的人，必然无感觉家己无需要有怜悯，无需要得到赦免。因为伊真正努力拍拼，踮伫家己所踮的位置顶面来努力。伊认为讲，我知上帝是啥物人啦。伊相信讲，迫害基督徒绝对是正确的路。毋过就是人生的遭遇，不得不互伊学习谦卑落来，知影咱不过拢是软弱的人，若毋是上帝的恩典，保罗无法度做啥物。若毋是上帝的恩典，咱每一个人也无法度做啥物。国外的基督就是咱生命中间上大的恩典。对一个人开始，到12个人，到500外个人，到整个的教会，到历世代2000多年来的教会，拢一直咧见证这件事。伊对咱讲，保罗的故事。也是咱每一个人的故事。对受咱到国外，咱一直咧行每一个人生命悔改的路。承认讲是上帝恩典带咱行头前的路。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其实上帝已经踮伫咱生命中间做工。有一段咱真熟悉的圣诗歌词。伊安尼咧吟是讲啥物？耶稣真正死过活，哈利路亚！这首圣诗咱不断咧吟。毋过伫咱咧吟的过程中，我嘛一直咧思考这件事。当咱咧吟讲耶稣真正死过活的时阵，咱嘛必须爱搁一摆问咱家己：咱敢真正相信耶稣对死过活？敢有真正相信耶稣已经过活？敢有真正相信讲咱所跟随的主是超越过一切理性，超越过一切科学，
踮伫咱人生的道路顶面显明伊家己的奥秘的。如果咱真正相信耶稣告我，咱会安怎看待咱每一个人今仔日的生活呢？如果咱真正相信耶稣告我，咱会怎样看待咱所投入的工作、所投入的服侍呢？如果咱真正相信耶稣告我，咱会安怎看待咱身躯边、咱的亲人、咱的朋友呢？如果咱真正相信耶稣告我，咱会怎样看待教会？咱会怎样认捌教会到底是啥物？耶稣基督真正对死告我，伊已经踮伫咱的中间在工作。耶稣基督对死告我，伊真正告我，就伫咱每一摆，咱人生充满热情、充满感动的时刻，耶稣基督真正对死告我。就伫咱每一摆，咱献上咱的敬拜，无论咱是认真听道理，也是干那坐伫礼拜堂内底，伫遮咧思想，耶稣基督拢有缘已经对死告我。就伫咱每一摆，咱开会，咱是争辩，也是抓准讲这议题，甲我一点仔拢无关系。无论安怎，耶稣基督已经真正是对死告我。就伫咱每一摆去关心咱身躯边的人，陪伴身躯边的人做伙流目屎，面对心灵破碎的时阵，耶稣基督真正对死告我。就伫咱每一摆，咱照着咱日常的工作，无论去学校，也是踮伫咱的位置顶面，有时咱检采有热情，也是有时感觉毋知影为虾米我要继续做这事的时阵，耶稣基督也真正对死告我。就伫咱每一摆，甲咱厝边隔壁的人互动，无论是好厝边，也是歹厝边，是彼此招呼，也是互相咧攻击的时阵，耶稣基督拢有缘真正对死告我。就伫咱每一摆，甲咱的亲人相组织，是冲突，也是好好的时刻，耶稣基督已经对死告我。就伫咱每一摆，无论踮伫苦难，也是踮伫黑暗中间，咱感觉无路通行的时刻，耶稣基督真正对死告我。耶稣真正死告我，哈利路亚！咱敢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对死告我？如果咱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对死告我，咱踮伫什么所在看见上帝恩典？咱踮伫什么所在看见这条恩典的道路呢？耶稣就踮伫咱生命中间每一个所在，踮伫遐显明伊家己，伊已经告我。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伊告我了。有一个人讲，伊告我了，我满腹怀疑，不过是谣言那尔。有一阵人讲，伊告我了，我会感觉生气，哪会当传播假的消息扰乱人心呢？有5摆外人讲，伊告我了，我的疑问转成做惊叹。若是这是真的，世界将会逆转，人生将会写入全新的故事。我讲，伊告我了，原本卑微陷到罪恶，因为伊恩典，我得到救赎。安尼我信，安尼我传，耶稣真正死过我，哈利路亚，因无煞。耶稣基督对死过我，咱的性命会无搁共款。这是一条恩典的路，保罗照着恩典行头前的路线，咱也共款，照着这份恩典，咱要行头前的路。今仔日，咱要通过洗礼甲圣餐，搁一摆见证这项事。耶稣基督
已经对死过活。请咱同齐来祈祷。主，感谢你对死过活的开力，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引带阮、指示阮。无论阮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你的恩典一直拢踮伫阮的头前。你已经踮伫阮的生命中间做工，互阮通进入踮伫你的国度内面。主耶稣，阮感谢你的国话，你真正对死国话，愿阮踮伫一生中间见证这项事实，也踮伫一生中间勇敢跑走头前的路站，见证你的荣光。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齐来吟圣诗354首，咱人既然大罪出世，踮伫咧吟的过程中间，也要邀请今仔日要接受洗礼的林天宗甲林美惠两人会当来到伫头前，咱同齐来吟这首圣诗。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像魔鬼的天之气，叫天机断着受刑罚，我靠家己袂倒脱，心被阮的一大光辉。圣经替咱担当罪过，信心观念甲咱感化，圣经耶稣甲咱立约，主小受起写咱罪赎。虽然信心心花坚挺，抓到天顶万可奉行。所听遐的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话了后，也未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阮也安尼对恁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现在林天宗、林美惠。恁两人已经决志要领受洗礼，所以嘛要踮伫遮，请恁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林天宗、林美惠，恁敢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
林天宗，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好，米会因为较开刀，所以好 ，OK。林美惠，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甲你互恁一情诚信，搁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我只是来宣告，请大家起立。林天宗、林美惠，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的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巴克利纪念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阿免。大家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子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互用圣神降落点伫因，来坚固因，用恩典充满因，互因当永远甲主耶稣得到结连，点伫你的内面得到保护。伫伊拄着试探的时，求你甲因同在，互因为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互因一世人服侍你。主上帝。求你，互阮正兄弟姊妹也通过这个圣礼典，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你教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当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好，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答。好，先开始新班。好，请咱的小会员甲民务长老来解答。好，咱请向后转一下，好无？咱来做一个介绍吼，这是天宗，这是美惠，因是兄妹仔吼，因是迄个林占民主姊妹的后生甲查某囝。其实自细汉就踮伫咱的教会参加主日学，有够青少年，毋过有真长的时间离开，一直到伫最近，因为妈妈过身，所以因嘛搁一摆感受到，踮对士大人的信。因应该爱倒转来到伫上帝家，所以今仔日欢喜踮伫遮领受洗礼，咱做伙拍婆好无？因的亲人今仔日嘛拢踮伫遮吼，请因的亲人会当做伙起伫互咱拍婆好无？好，请坐。好，愿咱也踮伫祈祷的中间，继续为着因整个的家族来关心甲代祷，搁有侪也未领受洗礼，愿上帝恩典也踮伫因的家庭中间。好，咱同齐来吟圣诗，咱要领受圣餐的诗歌。圣诗364首，食这饼，饮这杯。
这饼，啉这杯，吃这饼，啉这杯，就讲我的敬畏可骄傲，吃这饼，啉这杯，辛苦我的敬畏随到。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也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咱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像主耶稣互人要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现在咱也遵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现在愿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愿，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通过你的恩典，互阮通成做完全属你的人，互阮不断成长，荣光你的名，直到伫永远。愿咱的祈祷是靠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请咱的长老来服侍。
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齐来领受。吃了后，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旁杯。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见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齐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国我。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每一个人三伫地，请咱同齐来祈祷。国我的主。愿感谢你的听，因为你奇妙的拯救已经显然点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愿你用你的恩典继续带阮行头前的路站，互阮步步拢看见你的引带，站站拢得到你的恩典。愿摆列这个饼甲葡萄汁，愿阮对领受圣餐了后，阮会当继续坚持阮的信心，勇敢跑走头前的路站。愿咱的祈祷是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咱同齐来分享。咱对于即礼拜开始，咱的圣经学堂，咱要进入新的进度，咱要做伙读士师记啊，所以欢迎咱会当踮伫山顶，踮伫拜三暗暝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咱今仔日已经为着林天宗甲林美惠行洗礼，愿上帝平安也踮伫因的家庭中间。咱今仔日也是国外节，所以咱等下咱会请圣歌队来敬赏咱迄个国外两吼，愿上帝国外的快乐也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踮伫第二堂礼拜刷以后，咱会踮伫对面，咱来有一个欢迎餐会，所以请咱受洗礼兄弟姊妹甲咱的家庭，拢会当做伙踮伫遐，咱做伙来享受吼。等下。食饭了，差不多1点半，咱会踮伫咖啡屋来召开小会，所以请咱的小会员来参与。好过来咱即礼拜因为连假，所以拜4、拜5办公室会休困2日。第4项，过来后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学校纪念主日。咱中甲中路的2个时间吼，中咱会踮伫4月初7，就是后主日。志勋长老会咱代表中来做请安报告。中路是4月10日迄日，蔡校长甲这个高雨晴同学会来代表学校来请安报告。好，4到6月新安宫读经已经踮伫办公室，欢迎咱会当做伙来领取。专业度读圣经的活动，你若完成的吼，欢迎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做登记。好，我就做以上简单的报告，所以就请咱的圣歌队来敬赏迄个国外两祝福咱大家复活节快乐。
拢有摕到两吼，拢有摕到吼。咱做来读经的金句吼，我先读一道，大家最后搁来读两道吼。兄弟姊妹，我要甲恁提醒，我传予恁的福音，恁有接受，要用这个做信仰的基础。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咱读两道。我要甲恁提醒，我传予恁的福音，恁有接受，嘛用这做信仰的基础。哥林多前书15章1节，搁一遍。兄弟姊妹，我要甲恁提醒，我传予恁的福音，恁有接受，嘛用这做信仰的基础。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咱请做位起立来吟所要遍的圣诗102首。哈利路亚，有歌我。咱的主出无过去，伊他也是时的权势，天使无心都欢喜。哈利路亚，伊有高我，因光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伊有高我，因光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起舞高歌，天天天高高鼓起，感到星星甲咱启示，咱的中无就是去。哈利路亚，起舞高歌，咱可起你了清气。哈利路亚，起舞高歌。咱可起你了清气，哈利路亚，起舞高歌，高飞梦是时作梦，我命还好咱了尊重，当心恶道来惊恐，哈利路亚，起舞高歌，我已做永远的王。哈利路亚，起舞高歌，我的主永远的王。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国外的主耶稣基督显明天父上帝极大的慈爱，也照着圣神的气力帮助咱，互咱每一日活出活新的生命，真做正人的祝福，对打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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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Amen.